呢度係廟街，全長0.91公里，以佐敦道為分界，分為北段同埋南段。廟街嘅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，顧名思義就係因為呢度有一座天后廟。當時油麻地仲係一個海灣，座廟原本係建於海邊。1876年經歷風災後，遷到現址重建。天后廟曾經兼具祭神、議事同教育等多功能，設立咗公所同埋書院，其中書院係為區內貧困兒童提供免費教育。之後旁邊加建咗休憩設施，供男女老幼休閒同樂。大約1879年形成以天后廟為中心，分為廟北街同埋廟南街嘅墟市。因為呢度離公眾碼頭好近，九龍村莊嘅貨物同埋港島嘅洋貨都集中運過嚟，促使港島商人嚟採購土產，九龍居民嚟購買洋貨。交易圈子形成後，有商人喺天后廟左右經營店鋪，人員流動大，促使附近嘅上海街多咗一批住宅嘅樓宇。廟街形成初期缺乏規管，龍蛇混雜，亦有賣舊衫、傳統小食、電子產品嘅攤檔，亦有一啲從事黃色事業，售賣不雅刊物、違禁藥品等等，大多以男性為目標客群嘅貨品較多。廟街因此亦都叫做男人街。當時政府並未認可廟街營運嘅合法性，小販屬於無牌經營，因此經常會出動警察同埋豬籠車，連人帶貨扣押。經營小販經常需要走鬼，有時甚至演變成為衝突。呢種情況到60年代先至開始有所改善。